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7月9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从无助到喜乐的时刻。我们要开始读撒母耳记上第1章到第4章，我们可以先用速读，大概把它看过一遍，以后我们还会回来细读在这一些的经文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哈拿祷告说：上主使我心里充满喜乐，上主使我抬得起头。我向敌人发笑，因上帝帮助我，使我快乐。撒母耳记上2章1节。在1835年，一个穆勒，他受圣灵带领，为照顾孤儿的工作，大胆向主来求房屋、现金，还有合适的帮手。穆勒他信心的祷告得到上帝的赐福。在1836年，他在海港布里斯托租下房子，开始做工。之后陆续创办了5所孤儿院，先后养育了近1万名孤儿。工程越大，信心的试炼也越大。当孤儿院在急需的时候，穆勒单单仰望上帝的拯救。他做见证说，有一天晚上那个负责伙食的厨师就忧心地告诉他说，明天的早上没有一点食物可吃。穆勒就请这位弟兄和他一起跪下来祷告。隔天呢，早上虽然没有早餐，但他吩咐人将所有的餐具摆好，孩子们也都一一就坐，并恶地看着院长，因为穆勒对着空空的杯和碟子做了谢饭的祷告。就在这一个时候，门铃响了。有一家面包店由于某一工厂临时大罢工，老板不晓得如何处理这一些已做好的面包，所以就差人整车送了过来。不久，又有人按门铃有一辆满载鲜奶的车子，正巧在孤儿院附近抛锚。这个车子一直修不好，老板就决定将这一车的牛奶送给孤儿院，免得坏掉。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垂听人的祷告，谦卑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。今天我们开始来看撒母耳记，也是从一个母亲一个苦难呼求的祷告开始。撒母耳记上是一卷从士师治理到君王掌权的过渡时期的书。借着先知，上帝把士师时代改变成为君王时代。撒母耳被兴起来做促成转移的器皿。他不仅是最后一位士师，他也是上帝所兴起的先知，而借着他，上帝带进了君王和国度。然而，若是我们读撒母耳记上，实际上会找到3个领袖人物：撒母耳、扫罗和大卫。这个也是我们看到大卫是延续路得记
最后面的那个家谱来引导我们继续来看到上帝的救恩计划。每当上帝有一个行动，他要在这地上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会先预备一个器皿，所以暗暗的他正为着这黑暗的时期预备了一个促成转变的器皿，来促成这转换当时代的一个工作。这乃是透过一个妇人哈拿他开始的。哈拿的名字的意义就是恩典，但是上帝不使他生育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他必须迫切在祷告当中，他承受了生产之苦，而从他向上主哭求的祷告当中，才生了一个儿子。这儿子的名字叫撒母耳，他的意思是从上帝那里求来的。撒母耳既是从哈拿迫切的祷告中生出来的，因此他还在母腹的里面就要成为一个拿细耳人。哈拿因为不能够生育，就非常伤心。那这是妇人最大的痛苦。多少妇人到了哈拿那种尽头，就会感到好像没有盼望，死路一条。他们一生的盼望既不能够实现，可能就认为说我没有生存的意义了。所以当时候的风气，许多妇女都只有寻死。幸亏到了这样无指望的时候，哈拿却是存着信心，他知道上帝是听祷告的主。不过我们相信他没有想到，上帝要借着他的祷告，并从他的痛苦中使整个以色列国来得福。上帝果然听了他的祷告，是给他超过他所求所想的。虽然国家失败，宗教的领袖，这些领袖们道德败坏，她的丈夫的另一个妻子又时时藐视她，羞辱她，但是我们看到她仍然不灰心，因为她还有一个好方法，就是祈求这位全能的上帝。哈拿虽然被祭司以利误会，他喝醉酒，但是他却不灰心。以利虽然是一个祭司，但是他却不明白，哈拿心中的苦闷，反而误会哈拿的为人。以利把哈拿的诚心祷告看为是醉酒，这是何等令人伤心的事哦！以利起初误会他，但是我们看到他没有说什么话，他只是说出他里面的感觉，说出他一直留在神面前的原因。后来以利误会了他明白了哈拿他内心的痛苦，但这一次以利他说了正确的话，他说这样那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。他从苦难转去祷告神，从他所受的苦难，他所面对的遭遇，他能够转去求问神，呼求神。这是他第一个考验，也是他第一个转捩点。哈拿的第二个考验是在祷告当中经历了被神的转变，被神的改变。他从他的愁苦，从他自己的需要，从他迫切想要得着的，
就转变成为进入到神的需要，神需要使用撒母耳来转变，从士师转到君王的时代。哈拿的第3个考验是上帝真正给他了，哈拿并没有因为得着他所要的，他就反悔舍不得把这个孩子奉献给神，他就修改了妥协了他对神的心愿，没有，他毫不犹豫，所以他里面当然会舍不得啊，要从小把孩子就是奉献，然后在圣殿有这样的一个服事。这么多年没有孩子，终于有了，但是哪一个母亲会舍得？可是哈拿让他的心愿成为实际的奉献，让他的奉献能够实现在他的生活里。哈拿却甘心的把撒母耳完全奉献给上帝，终身奉献。其实他甘心的把孩子留在会幕，在圣殿上帝的殿里面侍奉上帝，而且他在主面前有一个非常荣耀、非常夸胜的赞美诗。这个在第2章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他的愿意奉献，上主使用撒母耳。在那个时代，小撒母耳在以利的教导下侍奉上主，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期间不常有从上主来的信息，就是上帝的启示很少，更少有这样的异象。哈拿从不能够生育的无助转变成为赞美上帝、喜乐奉献的母亲，因为一个母亲愿意奉献，使这个孩子被上帝使用，上帝开始向他说话，并且使用他成为转化那世代的器皿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的家庭中，在你的所在的小组，在我们所在的教会，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，其实上帝一直在寻找这样的器皿。我们肯不肯借着更多更深入的祷告，合神心意的祷告，来摸着神需要的祷告？你是不是愿意甘心乐意彻底完全的奉献，献身当作活祭，好让神借着你来扭转我们所处的世代，或者是你的家族、你的社区，你所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职场，因着你要成为那转化的器皿，让整个环境有转机呢？我们默想哈拿迫切祷告，哭求上主赏赐产业，最终他蒙上主应允。而你有哪一些祷告已经蒙应允了呢？你可以分享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使无变有的神，是使死人复活的神。你将哈拿摆在我们面前，借着他的祷告呼求，教导我们怎样来倚靠你。但愿你向我们启示你的话语，好知道你向这世代所要传达的心意，感动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成为转化这世代蒙福的管道。求主来使用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、健康、盼望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